話俾大家一個超震撼嘅真相：香港龍頭銀行濟豐而家股價越升越有，大股東賺到手軟。但與此同時，全球過萬員工默默被裁減、扣風狂精簡，表面風光賺大錢，暗地裏大規模裁人。今日我哋就徹底拆解呢場改變成個金融圈、改變無數銀行人命運的深層變革。喺全球金融格局不斷迭代、數碼技術全面入侵各行各業嘅今日，傳統跨國銀行嘅生存邏輯已經徹底改頭換面。長期坐穩香港金融龍頭寶座嘅濟豐銀行，憑住百年積累嘅市場底齡、覆蓋全球嘅僑民網絡，以及紮根香港嘅核心佈局，一直以來都係亞太金融市場嘅風向標。佢嘅每一次經營調整、架構改革同戰略轉變，不單止牽動住幾萬在職員工嘅飯碗同職業命運，更加深深影響住香港以至全球銀行業嘅未來走向。大家眼見近年人齊豐股價節節走高，市場估值不斷攀升，為投資者帶來極佳嘅回報。但好多人都唔知呢份風光無限嘅資本成績單背後，一場靜悄悄持續2年幾嘅全球架構收縮、人手優化大手術正在全面鋪開，直接打破咗大眾幾十年來大銀行穩穩陣、永不裁員嘅固有印象。絕大部分普通投資者同街坊觀眾只會睇到係豐股價逆市上升、股東分紅豐厚嘅表面利好，卻完全忽略咗呢一場持續多年嘅深層內部變革，為行業同基層員工帶來嘅陣痛同巨變，同平時金融圈嗰啲小規模人手調整、例行架構優化完全唔一樣。今次濟豐推行嘅精簡改革係一場覆蓋全球所有區域、貫穿高層管理到基層前線，牽涉所有叫物鏈條嘅系統性重組，絕對唔係企業一時之間為咗慳成本嘅短期操作。由香港本土核心市場到英國總部大本營，再到中國內地、歐美各個海外板塊，濟豐同步喺度做緊人手裁減、職能合併叫媽媽嚟同流程重塑呢一系列動作嘅背後，除咗企業想壓縮營運成本、提升利潤嘅商業考量，更深層嘅原因係傳統跨國銀行要適應 AI 數碼化時代，重新打造自身核心競爭力嘅長遠戰略佈局。翻查近2年濟豐嘅一連串操作就可以見到，集團高層一直死守一套核心戰略，精簡多餘架構，淘汰無效成本，聚焦核心賺錢舊務，全力賦能數碼轉型。呢套戰略全面落地之後，最直觀嘅正面效果就係集團盈利效率大幅提升，股價節節創高，成功擺脫咗過往部分叫美增持乏力、營運成本居高不下嘅困境，令一班長期持有濟豐股票嘅投資者獲利豐厚。資本市場對濟豐未來嘅估值同預期亦都越來越樂觀，但係反差極大嘅係企業喺資本市場風光無限、節節勝利嘅同時，內部幾萬員工卻陷入咗極度嘅人心惶惶。一場自上而下嘅架構變革，令全行上下都被裁員陰影籠罩，人人都擔心下一個被優化、被淘汰嘅係自己，亦都令成個銀行業嘅職場生態迎來咗前所未有的劇烈改變。如果大家想真正睇透濟豐今次幸福性改革嘅底層邏輯，就唔可以淨係停留喺股價升跌、裁員人數呢啲表面資訊。我哋必須極藏全球銀行業發展趨勢、AI 數碼轉型大潮、跨國金融機構嘅經營痛點，以及專業人力資源邏輯，全方位拆解呢場持續2年幾嘅深層變革。首先，我哋由最真實、最有說服力嘅數據入手，整合星島頭條、阿斯達克、財經網、濟豐集團官方財報等多個權威來源嘅資料，還原今次人手優化改革嘅真實規模同落地節奏，踢走市場上各種碎片化、不實嘅傳聞同抖言。香港作為濟豐嘅發源地、核心根基市場，呢度嘅人手變動數據最具參考價值，亦都最能夠體現今次改革嘅力度。喺過去1年半嘅改革週期入面，濟豐香港全職員工數量出現咗大幅度縮減，淨減少全職員工多達070人。大家要留意，呢千幾人並唔係一次性一刀切裁員嘅結果，而係循序漸進、日日執月調嘅常態化人手優化。正因為呢種溫和但持續嘅調整模式，令市場同員工都容易忽視改革嘅真實規模，直到完整官方數據曝光，大家先至恍然大悟，見到呢場變革嘅深度同力度。拆分細節嚟睇，單某一年度，濟豐香港已經累計削減全職員工960人，隨後半年時間再進一步精簡110人，人手調整從未間斷，足以證明今次嘅扣精絕對唔係一時嘅公關噱頭，而係集團鐵、
定長期執行嘅核心戰略。經過一輪又一輪嘅人手優化之後，而家啟豐香港全職員工總數已經回落至2,519人，對比多年前嘅窮豐人力規模，香港區整體人手縮減比例超過1/4。呢個跌幅係啟豐香港近幾十年發展史上面都極為罕見。好多街坊同業都有一個誤區，覺得香港係濟豐最賺錢、最重要嘅核心市場，集團一定會保住本地團隊、穩定人手，絕對唔會大規模裁員。但真實數據狠狠打臉，濟豐今次改革完全唔分核心市場、外圍市場，唔存在任何地域偏袒。就算係為集團貢獻最多營收利潤嘅香港，一樣嚴格執行人手優化架構精簡，足以見得集團改革嘅決心有幾堅定。由商業邏輯角度拆解，呢個睇似反常嘅操作，其實係緊跟行業齊勢嘅理性佈局。而家香港金融市場已經高度飽和，競爭極度激烈，傳統嘅線下人工服務冗餘後台職能，邊際價值不斷下跌，大量重複低效嘅崗位，唔單止創造唔到新利潤，反而不斷拖高企業嘅營運成本。精簡呢啲多餘人手，係提升香港區營運效率、優化盈利結果嘅必然選擇。將視野由香港擴展到全球，今次濟豐人手精簡嘅規模同覆蓋面，更加遠超市場所有人嘅預期。根據權威財報數據，喺同一個1年半嘅改革週期之內，自豐全球範圍內累計精簡員工5143人，人手優化覆蓋所有海外分支機構、所有僑務板塊同職能部門，無一例外。對比前後年度數據，可以好清晰見到，改革後期嘅裁員力度明顯加速。淨係半年時間嘅全球人手精簡數量就達到2509人，幾乎追平過去一整年嘅優化規模。呢個變化意味住集團嘅架構改革已經由最初嘅小試牛刀局部調整，正式進入全面落地、深層整合嘅攻堅階段。未來嘅優化力度只會越來越大。對比歷史磨峰嘅全球人力數據，濟豐整體人手規模縮水極之明顯。集團全球員工數量最高嘅時候超過24萬人。經過多輪持續嘅精簡優化之後，而家全球全職員工總數已經回落至20.61萬人左右。短短幾年時間，數萬名員工被優化調整，徹底重組咗濟豐沿用多年嘅全球人力體。係好多行業分析師中意將今次濟豐嘅人手變動同普通企業經濟不景時嘅週期性裁員混為一談，但兩者本質上完全唔一樣。一般企業裁員大多數係因為業績下滑、市場萎縮，係被動自救、被逼慳成本。但濟豐今次大規模精簡人手，係喺業績回暖、股價大漲、盈利創高嘅情況下，主動發起嘅戰略調整。核心目的並唔係只係求新，而係透過優化人力缺口重整架構體系，為 AI 數碼轉型核心業務升級騰出資金同資源。呢個亦都係今次改革最核心、最關鍵嘅差異點。喺全球各個區域市場入面，英國本土作為濟豐嘅總部所在地，竟然成為咗今次架構精簡、人手優化嘅重災區，裁員比例遠超香港同其他核心市場，完美體現咗集團不分區域、全面整改一視同仁嘅改革原則。數據顯示，近2年英國區域累計精簡員工超過審判380人，區域員工總數回落至審判5085人，對比歷史最高人力規模，整體縮減比例接近1成。呢個跌幅係濟豐所有海外區域入面排名第一。好多市場觀察者都覺得好疑惑，總部係企業戰略決策核心營運嘅中樞，向來都係人力保障最穩定、最受保護嘅板塊，點解今次會成為裁員力度最大嘅地方？由專業金融行業角度深入拆解，最核心嘅原因就係啟豐英國總部嘅架構冗餘問題最嚴重、最突出。經過上8年嘅發展沉鹹，所有傳統跨國銀行總部都會出現通病，層級繁雜、職能重疊、審批鏈條冗長、後台崗位擁堵，大量中後台管理崗位、互助崗位，日復一日做住重複工作，唔單止創造唔到直接營收，仲嚴重拖慢成個集團嘅決策效率同營運速度。與此同時，英國本土金融市場發展成熟，增值空間已經接近飽和，根本唔需要龐大嘅人力規模支撐日常營運。再加上 AI 自動化辦公系統全面落地，大量傳統人工崗位完全可以被技術取代。正係因為呢啲因素疊加，令總部成為今次去冗餘精架構嘅核心整改區域，亦都為全球所有跨國金融集團嘅總部改革提供咗一個最真實嘅參考樣本。
除咗香港、英國兩大核心區域，中國內地市場亦都無一可免，同樣納入咗全球人手精簡體系入面，直接打破咗大眾內地市場不斷擴張，只會加人唔會裁人嘅固有認知。市場一直以為內地金融市場持續對外開放，業務增量充足，濟豐一定會不斷加大內地佈局，擴充本地團隊。但真實數據完全相反，濟豐內地市場人力規模已經由3.3萬人精簡至3.1萬人，累計減少近1000名員工，區域人力極可迎來咗大幅度優化。呢個變化充分證明，濟豐今次改革從來唔睇市場熱度，唔分業務板塊，唯一標準就係清理低效冗餘崗位，保留高價值核心人才。無論個市場係增節緊張，抑或飽和停滯，只要存在職能重搭、人工低效、可被技術替代嘅崗位，都會統一整改，逐步優化，盡顯集團改革嘅標準化、系統化邏輯。面對市場輿論同全體員工嘅高度關注，濟豐集團官方亦都針對今次大規模人手精簡作出咗公開回應，明確表示架構精簡、成本優化嘅改革絕對唔會止步，未來會持續穩步推進各項整改舉措，不斷深化內部改革。官方強調，今次人力同架構優化嘅核心成果主要體現在3個維度：清理冗餘崗位、整合重複職能、精簡高層架構。當中高層管理團隊嘅整改力度最為震撼，集團執行委員會成員由18人精簡到12人，董事總經理級別嘅冗餘崗位削減15左右，接近300名高層管理人員因為職能重搭、架構整合離任，一舉解決咗傳統大型銀行高層擁住決策緩慢、權責模糊嘅行業減疾。與此同時，濟豐官方特意澄清咗市場上2個最普遍嘅誤解。第一，今次持續嘅人手精簡架構整改，同過往恒生銀行私有化工程完全無關，係集團獨立推進嘅全球長遠戰略，並唔係私有化之後嘅應急補救操作。第二，今次改革絕對唔係單純一刀切裁員慳成本，而係一套包含人手優化、內部調配、崗位重構、技能升級、求問整合、流程簡化嘅系統性工程。除咗清理部分低效冗餘人員，集團亦都積極推動內部員工輪崗、專業技能培訓、新崗位適配調整，盡最大努力降低改革對內部人才體系同基層員工嘅衝擊。好多普羅大眾好容易被裁員呢個標籤誤導，簡單將今次大型改革等同於無差別裁人。但如果我哋用行業專業視角同企業營運邏輯去睇，就會發現濟豐嘅人手優化手段遠比大家想象中更多元、更系統。業界亦都將呢套改革模式定義為微型人力優化體系。呢套體系徹底摒棄咗粗暴嘅一刀切操作，細分為多個落地維度，對於完全低效、毫無增值空間、可被技術全替代嘅崗位，直接撤銷崗位優化人員；對於職能重搭、工作內容交叉嘅崗位，合併崗位、內部調配人員；對於有潛力適合數碼轉型嘅年輕員工，組織專項技能培訓，幫助佢哋適配全新崗位；對於多餘嘅高層管理崗位，直接壓縮架構、精簡層級，實現權責統一，提升決策效率。正正係呢種多元化、溫和化嘅優化模式，先解釋到點解市場傳聞未來數年全球裁員2萬人嘅大規模調整計劃唔會一次性落地，反而會以常態化、碎片化嘅方式慢慢推進。對於企業嚟講，呢種持續但溫和嘅改革方式，可以有效避開一次性大裁員帶來嘅利潤風波、核心人才流失同企業口碑崩塌風險。但對於在職員工而言，常態化嘅優化調整帶來嘅係無止境嘅職場焦慮，因為裁員風險時刻存在，冇人能夠確定自己嘅崗位幾時會被整合、幾時會被淘汰，長期嘅不確定性令濟豐全球數萬員工陷入持續嘅心理內耗。從此銀行鐵飯碗嘅穩定性鐵底不復存在。由人力資源行業嘅專業角度深入剖析，濟豐今次改革帶來嘅職場巨變，只係數碼時代傳統金融業人力迭代嘅必然縮影，絕對唔係單一企業嘅個案。資管公司董事總經理、資深人力顧問周宇平曾經精準點評，任何大型企業推進戰略升級、架構改革、數碼轉型嘅過程中，人力結構嘅更新迭代係必然結果。傳統低效崗位淘汰，新型技能崗位崛起，係全行業不可逆嘅大趨勢，永遠唔存在零波動、完全平穩嘅改革。就算企業主動推出內部調配、技能再培訓、崗位適配指導等各項福利舉措，盡最大努力降低員工失業風險，
都無法扭轉人力迭代嘅核心規律，究其根本。AI 智能技術同自動化系統嘅全面普及，已經貼底重寫咗銀行業嘅崗位價值體系。從前需要大量人工日日重複做嘅資料審核、數據錄入、流程審批、客戶基礎資訊、風險篩查等工作，而家透過 AI 系統就可以高速完成，而且準確率、效率、穩定性遠超人工。傳統基礎崗位嘅人工價值被不斷稀釋，原本有中等價值嘅崗位慢慢變成低價值，冗餘崗位可替代性大大提升。呢個亦都係系豐敢於持續精簡人手、優化架構嘅核心技術底氣。呢度我哋可以提出一個緊貼行業態勢，值得所有人深思嘅全新假設，亦都係未來所有傳統金融機構必須面對嘅核心問題。當 AI 技術全面浸透金融行業、基礎運營、終端風控、高端數據分析全鏈條之後，傳統銀行從業人員嘅人工價值到底應該如何重構？未來銀行業嘅職場競爭已經唔再係人與人之間嘅競爭，而係人適配技術、人爭技術嘅能力比拼。由濟豐嘅改革實踐入面，我哋已經可以好清晰睇到全新嘅人才督選邏輯，能夠熟練運用 AI 工具做高端數據分析，為客戶提供定制化財富管理方案，把控核心金融風險嘅高價值人才，會成為集團重點保留、重點培養嘅核心資源，而只會機械做重複基礎工作，無法適配數碼轉型，冇有新型專業能力嘅員工，遲早會被企業同市場淘汰。沿住呢個假設再深入延伸，我哋可以肯定，濟豐而家僅行嘅人手精簡，只係銀行業 AI 變革嘅開端。未來3到5年，成個行業都會迎來大規模嘅人力缺口重組。濟豐規劃嘅未來數年全球優化2萬個崗位戰略，正係根據 AI 技術落地節奏制定嘅長遠佈局，絕對唔係市場炒作嘅短期消息。呢2萬個即將被優化嘅崗位，絕大部分集中喺全球各區域嘅中後台非前線崗位，包括行政互助、基礎運營、數據整理、常規審核等低附加值板塊。呢類崗位 AI 替代難度極低，技術完全成熟，替代率近乎100%，完全冇技術逼扣同落地阻力。反觀未來可以長期挽留、不斷升值嘅崗位，主要集中喺高端財富管理、私人銀行定制服務、跨境金融風控、大客戶專屬服務、金融創新研發等領域。呢啲崗位需要極強嘅人工溝通能力、場景判斷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同風險把控能力，係目前 AI 技術暫時無法模仿同替代嘅，亦都係濟豐未來重點佈局、重點投入嘅核心竅目。呢種兩極分化嘅崗位頹勢，意味住銀行業嘅職場分層會越來越明顯，高技能、高適配性人才嘅薪資待遇、崗位穩定性持續提升，而基礎崗位從業者嘅職場壓力、失業風險不斷加大，行業人才逼求從此鐵底拉開。回歸濟豐自身嘅經營戰略，呢場持續多年嘅架構精簡同人手優化，本質上就係一場資源重構價值聚焦嘅商業升級。透過不斷精簡冗餘人手，壓縮無效營運成本，集團每年可以節省超過14億美元嘅營運開支，累計規劃降本金額高達18億美元。而呢筆節省落嚟嘅巨額資金，並唔係單純用嚟分紅俾股東，反而重點投入4大核心領域。AI 技術研發、數碼系統升級、核心業務拓展、高端人才招募數據顯示，單1年之內，濟豐就完成超過50項全行業數碼流程優化項目，淘汰限100多個無戰略價值嘅低效系統，同時新增1800名科技技術崗位員工，全力夯實數碼轉型嘅人才同技術基礎。呢套淘汰舊產能、培育新能力、騰籠換鬥嘅戰略邏輯，完美解釋咗大家最疑惑嘅問題：點解濟豐一邊大規模裁員精簡架構，一邊股價不斷大漲，被資本市場追捧？對於專業投資者而言，企任猛離、低效資源淘汰、多餘人力聚焦高增值核心業務，加碼前沿技術佈局，就代表企業嘅盈利能力、核心競爭力同長遠發展潛力持續提升。短期嘅人手波動架構調整，只係換取長期高質量發展嘅必要代價。呢個亦都係資本市場願意為濟豐轉型買單嘅核心邏輯。但係由市場口碑同用戶體驗嘅角度嚟睇，呢場激進嘅改革亦都暴露出好多無法忽視嘅問題，引發大量用戶同業界人士嘅熱議同吐槽。好多前線用戶反饋，隨住濟豐將大量基礎服務、後台運營翹命外判轉移整合，而家線下網點服務效率明顯下降，人工回覆速度變慢，
個性化服務嚴重缺失，普通市民嘅銀行服務體驗大幅滑落。從前依靠充足人工團隊搭建嘅精細化服務體系，喺人手精簡、流程壓縮之後全面降級。AI 自動化服務雖然速度快、效率高，但欠缺人工服務嘅靈活性同場景式配性，根本解決唔到用戶嘅複雜個性化需求。用戶投訴同不滿聲音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市場對抵豐賺大錢、裁人手、重利輕責任嘅爭議持續發酵。大眾普遍認為，濟豐作為百年跨國金融巨頭，深耕全球市場，每年賺取巨額利潤，理應承擔對應嘅行業責任同社會責任，穩定員工就業，保障服務品質，而唔係喺業績向好股價創高嘅黃金期，反而瘋狂精簡人手，壓縮服務成本。官方對外宣傳嘅穩健發展，深耕本土服務實體經濟，品牌理念同內部持續裁員收縮服務、精簡架構嘅實際行動形成強烈反差，不單止影響咗濟豐嘅大眾口碑，亦都引發咗全行業對大型金融企業社會責任嘅深度反思。更加值得關注嘅係，濟豐今次改革並唔係單一企業嘅單獨動作，而係拉開咗全球傳統銀行業數碼精簡改革嘅序幕。而家全球各大跨國銀行、頭部金融機構都在複製濟豐嘅轉型邏輯，用 AI 技術替代重複人工，精簡冗餘架構，優化人力，佢哋口聚焦核心高盈利舊務，實現降本增效同數碼轉型。可以預見，未來5年之內，銀行業嘅基礎人工崗位會持續縮減，中後台多餘架構會全面整合，成個行業會徹底告別人力密集型嘅舊模式，全面進入技術密集型、效率優先型嘅全新發展階段。對於普羅大眾嘅銀行從業者嚟講，呢場行業變革帶來嘅職場衝擊係全方位不可逆嘅。從前大家深信不疑嘅銀行鐵飯碗、穩定一輩子職場紅利已經徹底消失，取而代之嘅係常態化嘅崗位，優化技能迭代，殘酷競爭。未來嘅銀行業唔再需要大量做重複工、冇核心價值嘅基礎員工，只會留存掌握專業核心能力、適配數碼技術、擁有高端服務能力嘅優秀人才。職場優勝劣汰嘅速度越來越快，從業者如果唔持續學習新技術、適配新崗位、提升新能力，最終只會被行業徹底淘汰。對於股票投資者同金融愛好者嚟講，濟豐嘅轉型之路亦都帶嚟咗清晰嘅投資參考邏輯啦。傳統金融企業嘅估值邏輯已經徹底重構。單靠規模擴張、人力堆砌嘅舊式銀行已經冇有長遠投資價值，能夠主動擁抱數碼轉型，清理低效架構，聚焦核心高增值僑務，持續優化運營效率嘅金融機構，先係未來資本市場嘅核心優質標的。濟豐股價持續走強，本質上就係資本市場對呢套全新轉型邏輯嘅高度認可，亦都為成個金融板塊嘅投資頹勢指明咗方向。站喺行業宏觀視角，復盤成場改革，濟豐嘅架構精簡同人手優化，其實冇絕對嘅對錯，只係時代發展之下傳統巨企適應行業趨勢嘅必然選擇。由企業經營層面嚟睇，呢場改革成功解決咗百年銀行機構庸主效率低下、成本高企嘅癥疾，為企業長遠發展注入全新活力，幫助濟豐喺 AI 數碼時代繼續守住行業龍頭地位。但由員工就業同用戶體驗層面嚟睇，改革帶來咗全民職場焦慮、就業波動同服務品質下滑嘅問題，依然有好大嘅優化空間。未來濟豐能否平衡好企業發展、員工權益同用戶體驗三者嘅關係，能否喺精簡架構、慳成本嘅同時完善人才保障體系、提升服務質素，將會係決定佢長遠口碑同行業地位嘅關鍵。隨住 AI 技術持續迭代升級，金融行業改革不斷深化，濟豐嘅數碼轉型之路仲會繼續向前推進。未來仲會有更多嘅架構調整、人手優化、僑務革新舉措陸續落地。呢啲行業變化、企業動態同職場格局轉變，絕對值得我哋持續追蹤、深入拆解。如果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更多金融圈深度分析、國際銀行轉型內幕職場趨勢、拆解同實用投資邏輯，記得點讚、訂閱、開啟通知推送，即刻喺評論區話我知。你點樣睇濟豐愈賺錢愈裁員、AI 逐步取代銀行人工呢個大頭勢？我哋留言區一齊深入傾偈，交流心得。